喂，大家好。咁啊，今日食呢間咧叫做超人燒鵝兩餸飯，咁佢就兼賣埋兩餸飯嘅。咁我今日食呢個呢，係單拼嘅叉燒飯，單拼嘅叉燒飯呢22蚊，長沙灣嘅分店呢係賣得特別平嘅，22蚊嘅叉燒飯有咁多份量，咁啊，影俾大家睇。一嚿叉燒，兩嚿、三嚿、四嚿、五嚿、六七八，有8大件嘅叉燒，仲要每件咧都係1cm 厚嘅，係啦，哇！你睇下佢個叉燒咧，唔係嗰啲柴到食唔到嗰啲嚟嘅，佢係有少少肥，又燒得夠燶，又燒得夠香。22蚊呢個水準咧係真係超勁嘅，你睇下啦，喂大佬，厚切叉燒1cm。每件都係1cm啊！你睇下，斬嗰個刀手啊，師傅都犀利。佢每件咧都係差唔多大細，唔會岩岩巉巉。呢啲咧亦都有公價。咁啊，22蚊都唔 hea 你啊！你睇下幾正幾大件。